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为各国信众传授佛法；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司政边巴次仁；司政边巴次仁致函祝贺梅加拉亚邦新任首席部长康拉德桑玛。藏人行政中央举行祈祷会，纪念1989年抗中运动中牺牲的西藏英烈。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关切西藏局势。在台藏人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4周年。联合国机构认为西藏存在广泛的人权侵犯行为，建议中国采取纠正措施。澳大利亚代表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对西藏人权状况表达关切。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在春季会议期间举行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藏历正月15号、3月7号神别节当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向各国信众开示了佛陀的本生故事与发心仪轨。3月8号和9号2天，达赖喇嘛尊者应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以及西藏各大寺院的祈请，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向上述信众传授了黑行派胜乐金刚灌顶。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一3月6号上午，在达兰萨拉的勤宫接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期间，司政向尊者汇报了他近期对英国和北美藏人社区的访问，以及自去年12月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以来，第16届喀萨的主要发展和活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3月7号致函祝贺康拉德桑玛先生再度当选为印度梅加拉亚邦首席部长。司政边巴次仁在信函中对康拉德桑玛先生的胜选表示祝贺，并感谢康拉德桑玛先生在他上次访问梅加拉亚邦时所给予的热情款待，并再次感谢梅加拉亚邦政府和人民对居住在该邦的流亡藏人民众们所提供的慷慨援助和支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本周三3月8号在西藏大夏会议厅举办了祈祷法会，纪念和缅怀1989年为西藏自由事业英勇献身的藏人同胞。1989年3月10号临近前夕，数以万计的藏人僧俗民众走上拉萨街头，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中共当局于当月8号实施戒严，并开枪镇压藏人，造成至少数百人丧生，数千名藏人遭到监禁。这一天在西藏的政治史上被认为是最悲惨的时刻。此后，藏人行政中央每年都会在3月8号举办祈祷法会，纪念和缅怀当年遭中共杀害的藏人英烈。另外，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于3月6号举行会议，与藏人代表一同讨论和关切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事态发展。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女士、克里德执行总裁兼旧金山金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范乌尔特博士和荷兰鹿特丹伊斯拉姆斯大学的社会研究所菲尔士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及发言。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雷哈因德布蒂科菲尔议员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欧洲议会近年来更加关注东突厥斯丹、香港和台湾的局势，但西藏问题也不容忽视。鉴于西藏境内的局势持续恶化，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呼吁欧盟加强对西藏的支持，任命欧盟西藏问题特别代表，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进行实质性的对话，通过承认西藏为被占领国家等方式和平解决藏中冲突。此外，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和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的主办下，以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和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数十个团体，于上周日3月5号在台北提前联合举办了一场
以迫害为名、真相未眠、抵抗为止为主题的西藏自由抗暴64周年大游行活动。当天，约有600名在台藏人和热爱自由、民主与普世人权的支持者，手持抗议标语和西藏国旗走上街头，除了为西藏，也为东突厥斯丹、南蒙古、香港、中国等遭受中国共产党人权侵害的人们发声。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林长佐议员、副会长立委洪胜汉、台北市议员苗博雅等政要出席，并在活动上致辞，为西藏境内遭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和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发声。游行活动结束后，活动主办方随后还在台北中国银行前，通过表演话剧的形式，呈现了中共抓捕藏人政治犯的情景。与此同时，驻台代表格桑坚参、立委林长佐、立委王婉玉、立委洪胜汉的助理刘英君女士，以及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于3月3号在立法院聚贤楼举行了西藏自由抗暴64周年大游行记者会。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其他新闻。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今年2月中旬对中国执行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情况进行第3轮履约审查后，于近日发表了结论性意见，强调了中国政府在西藏严重侵犯相关权利的问题，敦促中国政府及时采取纠正措施。联合国相关委员会注意到，中国在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方面存在广泛的侵权行为，包括在西藏、东突厥斯丹、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的镇压和侵权行为。委员会还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强制迁移和安置农牧民、当局对藏人实施的强迫劳动状况、文化和语言权利及宗教自由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并敦促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上述错误政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助理蒂姆·沃兹先生于3月1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时，对西藏的教育、宗教、文化和语言权利及自由受到中国政府严重侵犯表达关切。蒂姆·沃兹先生在发言时表示，澳大利亚认识到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权记录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凌驾于其人权义务的公平审查之上。在我们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我们得努力做得更好，并且接受不同的信息，而不是攻击信息传递者。他进一步呼吁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访问澳大利亚，并表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他应该享有的权利。下面请继续收看本期的最后一则消息。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3月7号在议会大楼举行春季会议期间召开会议，讨论了有关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相关问题。该小组共同主席尼古拉斯·瓦尔德议员和新成员娜塔莉·伊伯登议员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曲吉女士、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登加措、瑞士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主席伽马曲吉女士、瑞藏友好协会主席托马斯·布克利先生和工作人员贝蒂娜女士也出席了会议。在会议期间，与会议员们听取了有关西藏境内紧张局势的介绍，特别是关于中国政府以寄宿学校为名强制同化藏人儿童的最新情况，以及中国在西藏各地大规模采集基因样本的情况。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曲吉女士感谢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和成员们在联合国相关委员会发布新闻稿后发表的支持声明。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